咱安尼5、6礼拜拢总讲迄落哥林多前书13章，今仔是上尾啊啦吼。咱有哪做伙来读一遍好无吼？我感觉即个旧的台湾话其实足水的，咱来做伙读吼。咱来读。我世事会讲人甲题材因语，若无人爱，我就诚做减的东西。当然吧，我世事做生意，连结拢总好，甲拢总袂知啦。做世事有交代的事，到夜来移山，若无人爱，我就袂算做一生。我世事是所有话来真济，都显我的身躯有血烧，若无人爱，我无不叫你的。人爱是无宽容、自卑，人爱是无怨妒，人爱无夸口、无礼貌，无行见小事，无求家便宜的，无坏事体，无意见阿害，无欢喜不离，是甲真理相甲合意。凡事忍受，凡事相信，凡事盼望，凡事不论。人爱永远袂过去，若是身体的疾要过无去，遐个天宇要煞，灾害要过无去，因为咱有所知的无完全，做身体也无完全，完全人吧，无完全的就过无。我做囡仔时，讲话亲像囡仔，性情亲像囡仔，意见亲像囡仔。一边前行，就会有囡仔的事。因为咱的眼闭听结看，无无明，若是到一时就灯塔对面。我今所在的完全，到一时就知，亲像我自在自由。现今所做的只是心，不茫今天，至少其中给我的时间来。咱来参加祈祷，主上帝，我感谢你，赏赐阮你的话，感谢你的圣神启示保罗先生写遮尔水会听的诗篇。阮伫即几礼拜对即中间学习真济，阮恳求你的圣神帮助阮，互你的阿加贝听会伫阮的中间，互阮学习三听，对安尼人知阮是你的学生。愿你通过罗伯的嘴所讲，今仔日所讲的，伫你面前得到你的甘纳，利益伫阮的灵性。祈祷奉耶稣的名，阿门。我拄仔讲咱几礼拜拢在讲哥林多前书13章吼。我家己吼是读足侪物件啦，找足侪物件，我得到足侪啦。我即几礼拜讲的哦，你毋知记偌济，我毋知啦吼。总是我即几礼拜我大概讲，咱讲到头一礼拜我讲空派全章，敢若是概论嘛吼。第二礼拜我讲若无人爱，若无人爱是头啊上去3节。若无人爱，保罗讲若无人爱，啥物拢无路用啊啦吼。过去吼，第40到第80的头前，第一部分，第一部分，我讲保罗用8个判定，人爱袂安怎，袂安怎，袂安怎。讲用7个肯定，人爱安怎，安怎，安怎。我家己伫准备的时候，我真正感觉。伊讲袂安怎，袂安怎的，我拢安怎。伊讲会安怎的，我拢无。我真正有迄个感觉，我毋知影恁有迄个感觉，有影是真歹做啦吼。这咱牧师敢若会当直接将圣经话分析互恁听。我即摆要讲的是吼。迄个雅各伫雅各书第1章22节讲一句话吼，伊讲吼，
着实行道理，毋通骗家己，讲简单听道理就好。我要教咱三个勉励啦，咱大家好学习三听的代志哦。我毋望圣神的帮助会对咱拢有一点仔作用啦，因为听实在，今仔日我所要讲的听实在是真要紧啦。顶礼拜吼，咱有讲真爱吼讲有真爱有包容，有信心，有愿望，有耐心。我吼读到一个故事，迄个敢若笑话的故事吼。我毋望这是人做的啦，我毋望无即个人啦吼。讲是讲有一个化学家吼，伊用去分析物件的成分吼。有一日伊转去吼，看到因某坐伫遐伫流目屎啦。伊讲：哦，你流目屎哦，你敢知影目屎吼？中间98% 是水哦，佫剩2% 吼有盐，佫有一点仔油伫内底。我读到这个故事的时候，这个人也是真可悲，伊拢无问因某讲你是安怎，拢无问，伊干那要紧迄个目屎的成分是啥？因为拄啊我个甲咱讲的吼，咱若无啊，咱逐个安尼拍拼着学讲人爱是啥吼？咱就是敢若伫学迄个成分啦，定。咱无实在去听人，去实行这个听，这咱逐个拢都无遐尼简单啦。毋是我讲的，逐个都拢会晓当安尼做。我家己嘛无一定会当安尼做。我这实在，这是咱人的软弱啦吼。但今仔日咱读这个圣经吼，我细汉的时候。暗念这个哥林多前书13章，迄阵啊是互压咧暗念的啦。我迄个时阵就有感觉吼，顶礼拜咱讲的吼，讲保罗讲的是真爱有包容，有信心，有愿望，有耐心。我伫念迄个时候，我就感觉保罗是安怎遮尔啰嗦啦吼？伊若第7节讲迄个愿望甲信心了吼。伊会使从跳落13节就好安尼啊，无代无志吼，加讲遐吼，互我暗念甲要我摇的吼。其实有影，伊已经讲到信心甲愿望啊，信心甲愿望过落去，跳落去13节，伊就是咧讲迄嘛。中间佫讲遐尼济吼，我迄个时阵是互压咧暗念吼，念愈少愈好。我就讲。这实在有够啰嗦。毋过，较侪回来才知影保罗的苦心啦，保罗的苦心。我顶礼拜有小可讲仁爱永远存在，我有小可讲着吼。伊伫遮，我顶礼拜嘛有讲，你将迄个仁爱若甲换做上帝，还是甲换做耶稣，迄读起来足顺的。囥我的名落拢袂顺啦，囥我的名落拢袂顺。伊讲上仁爱永远存在，神安怎仁巴克勒翻译讲仁爱袂无去吼。我有讲仁爱永远袂无去，靠我希腊文原来的意思，意思用仁爱永远袂无去，所以。我顶礼拜有讲仁爱永远袂无去，迄个袂无，英语叫做 love never fails， 永远袂无去，迄个袂无去是，伊用迄字是吼，火烧去了，迄个花瓣落落来，迄个 fail 落落来，迄个，伊讲世间所有的物件，拢总会像火烧去安尼，总是仁爱袂。我有讲是安怎仁爱袂？因为圣经甲咱讲，上帝是听，上帝若伫个吼，伊会听袂无去啦。所以保罗讲仁爱永远袂，这是真逻辑个代志。咱常常听即句，上帝是听，咱常常听即句。其实上帝是听即句话，
这句话哦，伫圣经内底出现3摆，3摆拢伫约翰一书第4章第7节、第8节到16节，3摆拢伫遐。上帝是听，上帝若存在，上帝听就存在，所以仁爱永远袂无去。当我拄仔讲保罗对第8节到12节，伊所咧讲的到第13节，伊所咧讲的，伊是徛伫上帝永远存在，听嘛永远存在，对上帝的无限性，伫看咱人世间咱的代志。伊伫即几节，伊是伫讲这个代志伫第8节到第10节，伊讲仁爱永远存在。搁落去，伊讲传达上帝信息的运输会结束，讲灵语的运输会停止，知识嘛会消失。伊讲仁爱永远伫地。过来，伊所用的这3项物件，的结果是啥？会结束，会停止，会消失。所以是拢真暂时性的代志，真暂时性的代志。这甲仁爱袂无去，仁爱袂亲像火安尼射去，会落落去，拄啊一个对比，拄啊伫遐一个对比。保罗伫遮讲传达上帝信息的运输，讲灵语的运输，搁一个知识，这物件，拄是哥林多教会会友伫冤家伫遐咧比我啥人较厉害，就是咧同齐比的。有人比讲伊较有讲道，有人讲伊会晓讲灵语，比人较有灵性，有人讲伊知识比别人较济，大家拢伫遐咧。保罗甲因讲，这个代志，有一日会停止，有一日会消失，有一日会结束。第9节伊讲，咱捌的有限，这是有影。咱实在讲，咱世间，尤其是这个时代，我咧准备讲道的时候，我毋知去Google找偌济物件呢。咱知影实在是足有限的。我有时咧读英文的物件迄个单字我根本都毋知影有即个单字呢。伫迄个文章出来，我去查字典，真正有啦。咱的知识实在是真有限。保罗伫遮讲咱所捌的有限，传达上帝信息的运输嘛有限。包括咧讲做先知也无完全。我感觉做先知无安全咱较好解说，因为你甲看旧约遐先知，倒一个是完全，逐个嘛有问题，无一个完全。总是新约的圣经是讲，新约的圣经讲，咱传达上帝的信息。阮做牧师的，就是咧传达上帝的信息啦。阮倒一个完全，阮也无完全呢。你捌看到有一款教会因讲阮是全福音教会，我常常看迄讲，你敢有影会当讲你是全福音？什么人有才调讲阮所讲的是全福音？无迄个代志，你知影无？保罗讲，教会是耶稣基督的体，咱大家拢是体的一部分啊，定呢？无一个人有法度讲，我就是耶稣基督的体。我会记得，我捌一摆讲道讲，用迄题目讲，教会亲像交响乐团。我伫讲道内底，我讲，咱大家伫咧听音乐会，咧听贝多芬的交响乐，遐尼好听。violin 无法度通演奏迄个交响乐，什么乐器都无法度通演奏迄个。咱拢总真无完全，咱所捌的无完全的，咱的角色嘛无完全。
无人会当完全表现出来上帝福音的奥妙。保罗伫遮讲的，这种有影，伊是针对哥林多教会遐，大家拢在讲因外校拄外校，保罗讲拢无，咱拢无，咱大家拢有限。第10节，伊讲完全的若到，无完全的就会无。那有一项物件完全的，你知影这是完全的，你敢要用迄个无完全的？一定无爱，大家嘛要爱迄个完全的。而且什么叫做完全的？有真侪讲法。我伫想，保罗是伫讲上帝的听，迄个永远是完全的听。伫迄个完全的听吼，会顶面咱人的听，拢总袂比得。上帝听内底，上帝包容，上帝的信心，上帝对咱的仰望，上帝对咱的耐心，无一个人有法度甲伊共款。上帝的听下来，伊会完全咱伫应该敬上帝的听。我伫想讲，我用一个人讲完全的若到，无完全的就会无。恁知影一个电影明星做保罗纽曼，你知吼？伊甲因太太吼婚姻足好诶。有一摆吼，人伫甲伊学了讲哦，恁因为好莱坞吼，什么小三啦，什么婚外情，咱咧一大堆啦。啊，一个记者讲哦，你甲恁太太吼婚姻足好吼，你有啥物秘诀？你知影保罗纽曼讲啥？伊讲吼，我伫厝诶有 steak， 我听仔都爱出去食 hamburger。伊讲 ，Why I had to go out for hamburger when I got a steak at home？ 完全诶若到，无完全诶所以无啦。阮兜有 steak， 我头就出去食 hamburger。我感觉即个是上好诶解说。完全诶若到，无完全诶拢无效啦。steak， 我要食 steak， 我要食 hamburger。保罗伫遮甲咱讲诶，咱伫上帝面前，咱无完全啦，有一日咱会无去啦。啊，过来，我做囡仔诶时，讲话亲像囡仔，意见亲像囡仔，想法亲像囡仔。我既然成人，就将囡仔诶事拢放下。老实讲，我迄阵啊伫暗念这是我感觉。啊！你都咧讲听，是咧讲囡仔大人诶代志，你是咧讲啥诶啦？我真正想真无。我到尾我看注解了，我开始想，保罗是咧用一个人诶成长，咧说明听诶代志。伊用人诶成长来说明咱伫耶稣基督诶圣神帮助咱。伫上帝听内面的成长，我即马早间咱伫用迄本册吼，林信南秘书的册，阮伫讲2-3礼拜前伫讲阿伯了解的是，林秘书伊是精神科医生，所以伊内底有伫说明哦，咱人的成长，咱的人格的成长，伊有4个阶段啦。头一个阶段吼，或者是对出世到差不多3岁，这个时间是我要爱啥，我就要治。囡仔就婴仔就是安尼嘛，伊若无就哭，啊咱就惊呀，吼。伊逐项拢我，啊你捌看囡仔甲囡仔中间伫抢物件我的就是我的，伊不管是安怎，伊讲对出世到差不多3岁，这是用我做中心。啊，对3岁到差不多11、2岁、13岁这中间是互人教啦，拢听老师的话，听父母的话，拢总照步来。人甲我讲安怎就安尼，咱拢经过迄个时阵，迄个期间的囡仔，老师讲的话拢足听的。你若有孙啊，还是你拢有啥？
那谁讲的？老师讲的上大啊，咱大家拢属于是阮爸爸讲的，我妈妈讲的。伊讲迄个阶段是接受顶头人甲咱讲，咱无啥物家己的意见，总是13岁到差不多要安怎讲？青壮年迄个中间，是咱开始怀疑、开始质问，这是咱家己吸收知识、家己做判断的迄个时代。上尾伊讲是一个成熟的时，较济岁对一项代志会晓。明白，咱就定定讲观前看后，会当看人的面色。即咱保罗伫遮用听，伫讲这项代志。伊是那是对林医师所讲的这出世到3岁即中间的囡仔，伊用伊家己做中心，伊用伊家己做中心。我爱就是我爱，伊无去考虑别人。总是渐渐较大汉了，开始会晓去想，还阁有别人。我会为着别人的代志，别人的迄落来想。一个成熟的人，这个人有成熟啊无？你会当对伊对别人的听来看，这个人会成熟啊无？一个囡仔，你慢慢看到迄个大人。已经大人啊，逐项拢我迄落人，咱感觉迄落人，咱有咧讲，这敢若囡仔咧，敢若幼稚，什么意思？袂晓想别人的代志。保罗伫遮讲的是，我做囡仔的时，逐项拢我的，总是我成人哦，我开始爱想别人，想别人的代志，想上帝的代志。一个人的成熟。要安怎量？这个人有成熟啊无？用听来量，看这个人对人的态度什么款。有影耶稣伫世间甲咱讲，都爱亲像细囝，迄毋是讲叫咱袂大汉，永远亲像细囝，毋是。耶稣甲咱讲，就亲像细囝，英语叫做 childlike， 亲像细囝 childlike。毋是 childish 是幼稚啦 ，childish 就毋好啊。一个大人，我会记得我讲道的时，我捌得讲一个阿哈王，阿哈王看到伊的皇宫的隔壁有一块人有一块迄个葡萄园，伊要爱，伊去甲迄个人讲。伊讲要甲伊买，伊讲迄人，这阮祖先的财产，我袂使买。照摩西律法袂使。阿哈王知影，阿哈王转去到厝的袂爽快，倒在面床顶，面内底毋起来食饭。因王后去甲问讲：你是安怎啦？伊讲：我要爱摕葡萄园饮哈。因迄个某亚西别，你毋是以色列王你为着一块葡萄园，你竟然遮尔upset，你是安怎？因为我会记得我伫迄个讲台讲，阿哈王即款的即款人都是 childish 啦 ，childish， 这毋是 childlike， 耶稣叫咱是 childlike， 亲像囡仔遐尼天真，亲像我前2日看到伫 Facebook 看到一张相有一只手抱一个婴仔，伊讲即个婴仔拢无偏见，嘛无人种的问题，逐项拢无。拜托咱毋通甲逐项拢甲教，还变逐项拢有。这咱真爱考虑的。保罗伫遮咧讲这啦，咱做基督徒，咱爱真做一个 mature 基督徒。什么是 mature 基督徒？会晓听人啦，会晓听人。咱第12节，伊讲咱对镜咧看，我咧暗念即种来讲，你都讲听，你无代无志，你讲镜，你是咧讲啥？
哥林多的人保罗讲行，因知影，因为迄个保罗写这个是哥林多，伫迄个时阵是出产行的所在，伫欧洲出产行的所在。咱即摆迄落行安尼看落足明的迄是到14世纪才知影的。迄个镜因拢用铜去做的，铜做个铜去镀金用迄你知影铜空气接，我那会去变雾去。所以保罗讲对镜在看雾无用。哥林多人知影，因拢在做铜镜的人嘛，因知影迄镜开始的时真清，念伊就雾去啊。保罗伫遮是咧讲，咱伫世间看到的物件，拢总亲像因的镜，念伊就无用啊。总是伊讲总是到迄日将来咱会面对面看清楚。巴基咧讲咱甲上帝当头对面，甲上帝迄阵毋免阁看镜啦，咱甲上帝直接会当甲上帝讲话。伫遐，你有看对第9节开始保罗所咧讲的是渐渐进步。来，伊第9节，伊讲，咱逐项拢，这文书拢会停止，会消失。过来第10节，伊讲咱所捌的拢有限，完全的若来，咱这无完全的拢无去。伊到第12节讲，咱有一日要甲上帝当头对面。有一个注解写讲若甲上帝当头对面的时嘛免祈祷啊呢，我甲伊讲就好啊嘛。若甲上帝当头对面嘛免读圣经啊，圣经是人写出来的字 ，written word。伊讲你若去甲上帝当头对面的时，你会见到耶稣迄个约翰福音传所写迄个源起头有道，迄个道是 word， 迄个大写的 word 会甲你逐日见面啊。搁一项，咱伫世间真侪代志咱袂了解，有时咱感觉上帝无公平，有时咱感觉咱受屈亏，逐项咱袂了解，是安怎我会拄着安尼？遐坏的，到迄日甲上帝当头对面迄日，咱逐项拢了解。保罗讲，亲像我互上帝了解，亲像上帝了解我，我会了解上帝。迄就是天堂，敢毋是？迄就是天堂，敢毋是？保罗伫遮对上帝的应允讲到，咱有一日要去入去上帝迄个应允。上落尾第13节，咱大家拢真熟。现今所存的是神，毋茫人来。第一大的是人来。我伫做牧师的时候，甲足侪人做婚礼。我若甲遐要结婚的少年人讲话时，我常常用这节。我甲因讲有诶根本都毋知有这节的存在，我就甲因讲，甲因讲疼的代志。我安尼甲因说明，我讲恁两个要结婚，恁若无疼保罗讲上大的是疼，无一点仔都无毋对，上大上要紧是疼。我讲恁若无疼的时恁无可能会信，互相袂相信。所有的婚姻开始袂好势，拢总是对怀疑开始，敢毋是？无要相信对方讲的话。真济婚姻的问题是对执情做毋对，骗后人掠着，对遐开始有离婚。无听，无可能会当相信。你若袂当互相相信，
你无啥物愿望啦。夫妇两个拍拼，为着前途，顾养饲囝仔好，事业也好，迄是头前的愿望。若无听，互相无信任，你有目标愿望，你是要问啥？你要安怎去达这个目标？所以保罗讲，第一大的是信，是非常有智慧的。你甲想人甲人的中间的关系，真正是安尼呢。无听，绝对做无代志。我伫甲遐少年人伫讲的，我有讲一个我真早用英语写的足侪摆人甲我问讲，你是迄倒位抄的？我讲恁是在对我真无礼貌呢。我拢爱去抄哦，到遮来啊！我讲，我即马要用迄个讲互恁听，迄个做铁字咯。恁我捌伫遮讲无？铁字咯，我讲互恁听哦。好，拜托吼，这个铁字咯，你看这个铁字咯。我甲遐少年人讲，我即马讲互恁听啦。这恁毋免，恁大部分拢毋免 marriage counseling 啊，毋免啦。总是我讲互恁听啦。夫妇是亲像两支铁机啦，这两支铁机你看，因毋是合作一支哦，有距离，中有距离。这是甲咱讲，夫妇的中间爱互相尊重个体。咱是真活无毋对，总是随人有随人两个个人嘛，你爱尊重。这个铁机咯，一定爱平衡，到你的目的地，你一定爱安尼做伙行。你有看这两支铁下骹有一个真要紧的物件，但阮宜兰人讲叫做枕木啊，枕木枕头迄种，迄是互铁迄个铁机。迄个铁机咯，顶伫顶头。铁机咯到的所在迄个枕木一定拢有，袂当无就会败车。所以我讲迄英语叫做 tie，T-I-E， 就是将两支铁机甲连做伙 tie。迄个 tie 是啥物？迄个 tie 就是听啦，迄个 tie 就是听。迄个tie伫这两支铁机做因的基础，正边的铁机酸有条也无，倒边的铁机也毋知，倒边酸有条也无毋知，互相恁家己知影，恁家己的三听，敢若恁家己知，恁一定爱。调伫迄个听的顶面，到我顶礼拜讲 ，till death do us part， as long as we both shall live。无论安怎讲，就是到你的目的地到位。我佫甲因讲铁机咯，有时爱洗弯，我无摕迄个图出来，有时爱洗弯，洗弯的时你若甲看铁机咯，伫洗弯洗真大弯的时，一定有一边爱比一边较低。你袂当安尼火车洗袂过，一定一边爱比一边较低。这是互相，若有啥物代志，爱认罪，爱会实的，爱谦卑，袂使直直坚持。总是你袂使一支铁机，迄铁机咯，永远比另外一支较低。那安尼时，恁拢倒遐拢袂当去，咱伫遐洗苦啊，那点，有影咧？伫迄个铁机路顶悬，火车咧行。啥物是火车？恁的囡仔、你的家庭、你的事业，这拢是你的火车。迄两支铁机若无真在
迄只火车袂行，无法度行，毋是安尼？这真浅的理由啦，这真浅敢毋是？我讲哦，有诶到一个所在爱爬行，两支铁机吼爱做伙爬行，袂使讲要爬你家己去爬，我袂爬，无即落代志。火车袂行，有爬行，有落行，有落行时才着细日子真好过，因有拢伫遐。火车的兵车拢是咧落行的是较济啦，爱细字。吼，有时铁机咯爱入去崩坑底，崩坑暗蒙蒙，啥物拢无看，恁互相都无看到。你敢若会当信任讲，我尽我的责任，我天条伫这站某的顶头，伫厅的顶面，我敢若会当相信讲，伊嘛是安尼，有安尼也无，我无法度控制；我有安尼也无，伊嘛无法度控制。迄个时阵真可怕。我顶礼拜讲 ，for better for worse， 婚姻的内底有迄个 worse， 入去崩坑底，迄是上 worse， 有个拢无看。总是你入去崩坑底，恁也有听，有信，有愿望。迄个工程师为着伊的必要，互铁机路入去黑暗，迄个工程师有一日会带铁路出来，伫光明的所在。迄是上帝，这是我的铁机路。我想讲要用啥物做结束？我想到上尾可能即个恁大家可能较记会掉啦。抑搁另外一张，这是夫妇啦，这是夫妇家庭来听，夫妇家庭。我搁拄啊讲洗碗的时候，我袂记讲要洗碗的时候，铁路两支拢爱目标爱共个。你洗碗才有路用，那无路用，对毋是安尼？你要到迄个目标，有需要洗碗，都、就是为着要到迄个目标。这是对家庭、对夫妇来讲，咱的教会还是咱的团体拢总好，还佫一张拜托。这都插来插去啊！真复杂啊！人甲人的中间真复杂啊！铁路迄图有比这搁较复杂的，我无摕出来。这已经真复杂啊！你甲看，搁较复杂嘛同款。下骹的站木拢伫遐，厅拢伫遐，无遐的才铁机路无路用。我拄啊讲遐，我无要搁重复，同款。所以保罗讲第一段是仁爱，有影呢，有影。这铁机路，你搁较几条伫遐拍来拍去，下骹一定爱有听做基础。愿上帝圣神帮助咱三听。咱已经讲真济啊，后礼拜去你毋免搁听迄代志啊吼。就是我感觉，咱直接用我这个铁机路的比喻来做咱即摆学习《哥林多前书》13章的结束。咱来参加祈祷。天父上帝，感谢你，互阮通过保罗先生所写的，会当学习真济。阮知影理论上，阮拢知，阮知影真济，总是主阮要做，真正真困难。阮有阮的软弱，阮恳求你教示阮三条。阮的社会，阮的教会，阮的家庭，拢总需要你
阿加贝会听，求你的圣心伫阮的中间，赏赐阮、启示阮、帮衬阮，祈祷奉耶稣的名，阿门。